这个新闻来讲，花莲的消息，顶个月27日，花莲头路沟有农友伫一个这个山崖远发现一支差不多40公分的骨头，经过确认是人正边的大腿骨，后来嘛有倒出接近完整的遗骸。是讲这个地点，互人联想到几位伫控诉控三花莲的大地洞，到目前为止也未找到的人。不过经过比对，初步是排除德国籍这个教授加新加坡籍这个太太。警方讲，死者是差不多40岁左右的男性，将透过 DNA 进一步比对这全国的失踪人口。警察徛伫咧桥脚的空地下，用手开蚵细腻比对，因为有人伫咧花莲太鲁阁看到人骨。摕过2万仔要找出其他骨头，卡图机嘛伫咧边仔细腻开蚵。顶个月27号透早7点外，花莲太鲁阁利武溪所在，有农民当伫咧扁塘山崖远的水沟瓦，看到一支差不多40公分重的骨头，当场惊死。我们就一直说我们在维护在用的路农路。你也知道地震以后啊，对，我们也没过来了。地点因为伫咧花莲太鲁阁，会互人去想到敢会死。去年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伫咧秀南乡的太鲁阁国家公园深受到影响，包括太鲁阁在地石卡洞步道、利武溪搁到影口，当时拢有石头连落来含土石流风险。到现场多次的地勘，并以这个进行浅层的挖掘，将发现的骨骸报请花莲地方检察署来相验，那由法医进行 DNA 鉴定。当时一对澳洲籍的新加坡翁仔某，敢若受困伫咧石卡洞步道失联，申请死亡宣告。翁婿的骨头伫咧今年1月找到，不过太太的骨头嘛是无找到。当时也有一位德国籍的教授碰见，经过这边搜索嘛是无找到，不过经过警察比对，唔是因2个人的骨头。现在都没有了。法医初步判断，死者大约是40岁左右的男性，已经是超过半年时间。伫咧头壳骨、目孔的所在有骨钉，下颌部喙齿、喙皮过目动过刀。警察进一步比对全国失踪人口，嘛呼吁厝内有失踪人口的家属，爱赶紧和分局的警察联络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